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南投一级的综合球场，重新来打造做会当热风热雨的风雨球场。这个镇公所举办着启用的典礼，邀请到落水溪线的乡亲，拢会当来到这个所在拍球运动。 这一镇的综合球场定启用，公所举办简单的开幕仪式，邀请民间的篮球社团作为举办篮球比赛。我们总额900万来完成了这一次的风雨球场的新建，而且我们有完整的一个照明的设施以及安全的防护。全新的球场，互来遮拍球的民众会当炸雨、炸日头，而且有电火设备和监视系统。虽然嘛是有需要加强的所在，不过一镇公所为民众争取落水溪线头一个镇的风雨球场，互爱拍篮球的少年啊，拢感觉真用心。终于让我期盼到一个这么完善的一个风雨球场，其实真的很开心。风雨球场即马除了是原乡部落的建设，嘛渐渐成做是一般乡镇来遮运动的好所在，互乡亲来遮运动更加舒适安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